今年底特别进行地方选举啊，有民间团体特别测试这多啊算含手册，听见过去民意代表出奥部未见证的选举文化，互少年辈会当了解到对专制走向民意的选举文化，包含立委郭家如蔡义武，还有前立委陈碧仪，今仔日拢来致胜。陈碧仪也讲，希望过去这选举不公的问题会当真正消除，互少年世代有更较健康的政治环境。大陆啦，好啦，现在北一集啦。你一句我一句，前立委陈碧仪和现任立委郭家如、蔡义武、甲曾敬庭等人提摆啊做民意代表，有的背景是咧做钱庄的，有的做农渔会，嘛有人做八大行业。收到来线消息，开始上法案要敲代志。我们先成立这个法案，修正动议的时候再加报告。平常都吃斋念佛，无你做啥物代志啊？阮这八大行业拢是苦干实干。第一轮就输去的陈碧仪讲，好耍是好耍，不过心情真叮当。表情真轻松，心情真叮当。选到最后一名，佮比我事实上的现金佮侪足侪，这叫做起跑点的无共啊，所以不只是咱这的人爱以身作则，咱爱互后一代一个好的政治环境、民主环境。设计这组叫社会书多啊算的民间团体，用2年的时间，对摆啊到出册记录80年代乌金政治文化，因也用一寡台文字甲罗马拼音，像溜溜秋秋、条啊卡、蛇圆啊等等，小改社会书的美美角角。这个系列伊包括讲像今仔日的这个桌游，甲图文书、甲网架，互即卖少年会当了解讲咱台湾这个社会发展的内面这个乌金政治的规个脉络是安怎？因为这个游戏，或是因为这些书，去愿意去了解台湾的政治生态，进而可能是去更爱惜台湾这块土地得来不易的民族这样子。设计团队未来也打算用戏剧呈现过去专制政府造成民主选举无公平的情形，希望选举文化会当真正改头换面。记者阿敏金曾派文台北报道。